各位觀眾，歡迎收睇緊貼體壇脈搏嘅競健群英。今集內容有全運會澳門賽區排球女子成年組測試賽、全運會香港賽區籌備情況、甲組足球聯賽。除此之外，仲有澳門國際龍舟賽、澳門分齡游泳比賽以及全澳籃球銀牌賽。咁先同大家睇下啱啱完成嘅全運會澳門賽區排球女子成年組測試賽啦。咁啊，一連2日喺東亞運動會體育館 A 館進行，一共上演咗4場嘅比賽。其中東道主澳門派出2支隊伍出戰，最終澳門 B 隊得到季軍，冠軍係廣東省青年隊。主辦單位同埋觀眾都滿意呢次測試賽嘅效果。呢一次嘅女排測試賽採用同正賽完全相同嘅流程同模式進行，一共有4支嘅隊伍參與，包括澳門 A 隊同 B 隊，另外仲有廣東省青年隊同埋湖南師範大學。一連2日嘅測試賽喺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 A 館進行，首日率先上演2場嘅比賽，為5局3勝制，採用咗國際排聯現行嘅排球競賽規則，同埋引入咗中國排球協會鷹眼輔助裁判系統。2日都吸引到唔少觀眾入場觀賽。場館嘅周邊配置包括志願者、觀眾路線指引、傳媒中心同新聞發佈廳，都係按照正賽嘅規格設置。呢一次嘅測試主要針對人流動線、場館指引等等嘅情況。而喺比賽期間，主持除咗旁述比賽戰況之外，亦都會帶動現場氣氛，邀請觀眾參加排球小遊戲同埋粉絲鏡頭等等嘅互動。唔少觀眾都對今次嘅測試賽安排感到滿意。輕鐵啊，係啊，就落咗之後行過嚟都好快。頭先過嚟嘅時候都冇見到好清晰嘅指示嘅，但係即係入到嚟會場之後啦，就工作人員嘅指示都好清晰。平時都少睇嘅，係啊，但係今次即係都算係第一次嚟參加，都覺得整體都將來全運會真係開嘅時候，都會想再嚟睇一睇咁樣咯。覺得佢播啲音樂好符合場景咯，係幾好。我覺得幾好咯，個場都整得好靚，然後嗰啲音效嗰啲嘢全部都整得好好，然後全部嘢都好全面咯，所以我覺得非常之好。如果全運會多啲人，應該都會好熱鬧，吸引到好多人睇。佢輸一球嘅時候就好激動咯，個人，然後但係都打得幾好，我覺得佢哋。而第2日上演嘅2場賽事係季軍戰同冠軍戰，壓軸嘅決賽經過一番激戰之後，最終廣東省青年隊局數3-1擊敗湖南師範大學，贏得冠軍。而季軍戰係東道主澳門 B 隊對 A 隊，打足5局之下，澳門 B 隊險勝3-2，收穫季軍。主場出戰嘅澳門隊表示能夠參與測試賽感到高興。今次都其實一路打嘅過程都有聽到好多出面係幫我哋澳門隊加油嘅聲音咁樣，都好振奮我哋。因為始終呢個係一個同真係正賽嘅時候係完全一樣嘅模式咁樣去體驗呢個比賽嘅過程啦，好難得咁俾我哋可以嚟呢度去參與，咁都好開心。2支內地隊伍都非常之滿意今次測試賽嘅情況。來到澳門的時候，首先感受到就是熱情。對我們非常的無微不至的那種照顧，就是感覺就是把我們一步一步帶到這個酒店，我感覺非常的就是很有熱情。整體的流程的話，然後也非常的好，然後也非常感謝澳門的觀眾吧，然後也非常感謝澳門的志願者和工作人員，整體的接待都非常的細緻。測試賽來比賽非常感謝啊！澳門有一個，因為我們已經來了很多次，真的非常感謝這裡的接待啊，包括場地佈置啊，包括這個所有工作人員的辛苦啊。首先感謝今天這個比賽，也感謝湖南師範給我們2家給觀眾奉獻了一場精彩的比賽。我覺得整個後勤保障團隊這個隊伍還是比較強大，而且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因為一個賽事的舉辦，是吧？在場上面比賽的是2支隊伍，但其實在這個一場比賽的背後，有很多的工作人員為這場比賽付出了很多，所以感謝你們。
15運會及殘特奧會奧區籌備辦主任潘永權表示，呢一次嘅測試賽達到預期效果，都係達到我哋預期效果啦。無論由觀眾嘅入場啊、外圍嘅指引啊、佈置啊，到一啲體育展示啊、現場比賽嘅流程啊，都係都係順暢嘅，都係順暢嘅。但係當然啦，當中亦都有我哋需要檢討嘅地方，去加強我哋嘅運作啦。咁我相信喺大家通力合作之下呢，我哋有信心啲賽事會越辦越順利嘅。潘永權補充，6月份仲有乒乓球測試賽，會動用本地嘅球員，而喺6月21號同22號有2個項目同一時間測試，包括係3人籃球同埋群眾賽事空手道，期望2項嘅測試賽同一時間進行，對各方面嘅配套同埋人員調動進行檢視，為11月嘅正賽帶嚟更好嘅效果。至於香港方面，會承辦8個競賽項目同埋1項群眾項目，相關嘅測試賽已經全部完成。香港全運會統籌辦主任楊德強就話，將會同相關嘅部門同埋機構重新檢視流程，有信心辦好年底嘅正賽。第15屆全國運動會首次喺粵港澳3地共同舉辦，香港作為賽區之一，會承辦8個競賽項目，包括咗男子22歲以下組籃球、場地單車、劍擊、高爾夫球、男子手球、7人橄欖球、鐵人3項同埋沙灘排球。另外仲有一項群眾項目賽事就係保齡球。香港全運會籌備辦將唔同場地簡單分成3類，第一個就係新開嘅場地，即係啟德體育園；第2類係現有嘅場館，包括咗位於香港嘅單車館、粉嶺高爾夫球場，以及係觀眾較為熟悉嘅紅磡香港體育館。第3類就係2個嘅臨時場地，一個係喺維多利亞公園，將會進行沙灘排球；第2個就係中環海濱活動空間同維多利亞港，會做一個鐵人3項嘅賽事。呢一類臨時嘅場地測試賽嘅作用就顯得更為重要。咁但係除咗喺海裏邊咧，我哋喺岸上邊咧，亦都會做好多臨時嘅設施。咁包括運動員嘅一啲預備比賽嘅設施啦，裁判嘅地方啦，工作人員嘅地方啦，轉播啊同埋呢個傳媒嘅地方啦，咁等等咧，我哋喺今次其實咧都係有一個比較詳細嘅規劃。咁將啲臨時嘅設施咧係搭咗出嚟。咁當然亦都要試嘅。咁試咗就係包括話，譬如話一樣好緊要嘅就係話電力啦，個電係咪可以好順利咁樣去俾呢個比賽去進行啦？咁以至到計時計分啦，嗰個屏幕啦，呢啲咁都係非常之重要一環嘅。咁所以呢臨時嘅設施咧就係一定都要試過先知道係可以點樣做法，同埋點樣去進一步去改善。而喺過去7個月已經將相關嘅測試全部完成。香港全運會統籌辦主任楊德強表示，將會同相關嘅部門同機構重新檢視流程，有信心辦好年底嘅正賽。咁我哋都咧除咗8個項目之外咧，有2個跨境嘅賽事項目啦。咁一個就係公路嘅自行車，一個咧就係馬拉松。咁2個項目咧，亦都係分別咧喺舊年嘅11月同埋今年嘅2月咧，都係順利完成咗。喺呢啲測試賽裏邊咧，我哋係攞到好多好有用嘅經驗嘅。咁無論喺嗰個場地設施啊，成個比賽嘅組織流程啊，以至到一啲支援人員，無論係我哋政府或者係有關嘅體育總會嘅一啲工作人員啦，同埋我哋嘅義工，咁都係投入咗去幫手做呢個測試賽嘅。透過呢啲舉辦測試賽咧，係令到大家對於嗰個項目嘅熟習咗啦，大家合作係更加緊密啦咁。咁我哋相信咧係已經係為我哋嚟緊11月將會做呢個全運會正賽嘅賽事咧，係打好個好嘅基礎。楊德強補充，隨住啟德體育園嘅落成，將會喺今屆嘅全運會發揮至關重要嘅作用。如果我哋冇呢個啟德體育園區嘅話咧，用翻其他現有嘅場館咧，我哋相信咧會係比而家大家見到嘅咧係會失色嘅好多嘅，因為喺呢個啟德體育園咧係有一個國際級嘅場館。我哋喺設計上面咧，亦都係盡量用到多用途嘅，即係話咧係可以舉辦好多唔同類型嘅一啲體育項目。咁所以令到咧我哋喺辦呢個全運會嘅時間咧，係可以考慮擺唔同嘅項目喺呢個體育園裏邊。啟德體育園係全運會辦賽場地之一，
將會有4個項目喺呢度上演，包括咗手球、7人欖球、劍擊同埋群眾項目嘅保齡球。而手球同劍擊嘅項目，澳門代表隊都會參賽。手球嘅測試賽早前已經完成埋，劍擊嘅測試賽亦都順利上演，安排咗喺啟德體藝館度舉行。賽事同時係挑戰杯劍擊錦標賽，吸引到差唔多約500位嘅運動員參加，分開公開同埋元老組，產生咗多項嘅冠軍。本澳劍擊裁判何冰儀都有參與呢一次嘅執法工作，認為測試賽嘅水平較高，同埋具有參考價值。我覺得今次個比賽安排非常之好嘅，咁因為呢個即係啟德體育園就係新㗎啦，咁所以好多嘢都係比較即係完善一啲嘅，同埋佢安排咗好多一啲volunteer 喺度啊，同埋一啲唔同嘅即係協助佢哋入嚟啊，或者去安排嘅都非常之多工作人員去做嘅，咁同埋佢哋係真係即係就同我之前即係去過啲國際嘅賽事或者啲比較大型嘅賽事都好接近嘅。氣氛都 OK 嘅，不過可能啲賽道咧個顯示得唔係好清楚咯。嚟緊全運會精彩，會都會過嚟睇比賽。我會㗎，如果有飛。唔錯啊，個場館都好闊落，好空，即係都啲人都可以好聚焦去睇比賽。冷氣咧聚焦喺翻佢運動場裏邊嗰啲，反而會好啲。我哋上面你睇，我着得好厚。到時正式比賽會唔會都嚟睇比賽？會，即係平時都好中意見啲運動員。因為我係家長，所以我係特別關注多啲。至於香港方面嘅群眾項目工作，楊德強表示已經喺年初展開。我哋喺今年1月尾嘅時間啦，咁就開始咧做呢個群眾項目嘅一個喺香港嘅選拔賽嘅一個徵集。咁就首先就係因為我哋有都差唔多有20多個項目啦。咁就喺呢啲項目裏邊咧，其實佢嗰個比賽時間咧都係有唔同嘅。有一啲係大部分啦，都係會喺全運會之前就會進行咗呢個群眾項目嘅比賽，而有一啲咧就喺個全運會期間進行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因應佢嗰個比賽嘅進行嘅時間咧，係提早做香港賽區嘅一啲選拔賽。咁我哋喺每個項目咧都係透過同呢個我哋香港有關嘅體育總會啦，大家一齊去宣傳。楊德強表示，因應整個全運會係喺國家體育總局領導之下，由粵港澳3地政府去共同承辦，宣傳嘅策略都要配合整體嘅計劃。嚟緊除咗會喺香港宣傳之外，亦都會透過政府新聞處向東南亞以及係海外推廣。大部分都係攞出嚟。甲組足球聯賽過去嘅1星期進行咗4場比賽，其中係護級組領跑嘅千葉同埋恒世賽和1-1。咁志傑交俾你講下爭標組方面嘅戰況啦。好啊，咁其中賓菲加喺呢一輪對清風，咁最終賓菲加小勝1球，而榜首嘅奧科精英就以2-0擊敗澳門大學，繼續守喺爭標組第一。甲組足球聯賽進入第2階段之後，分為爭標組同埋護級組。先睇下爭標組一場比賽啦，由黑衫嘅奧科精英對澳門大學。奧科精英啦，近期就相當之強勢㗎，咁仲未輸過波，排喺爭標組嘅榜首。上一輪啦，更加係憑住徐凌峰大以帽子戲法5-0大炒賓菲加㗎。彭子亨喺呢個位置都試下起腳啊，門將擋出唔遠啦，徐凌峰就即刻上前補中啊！咁連續2場都有波入啊！上半場30分鐘幫助奧科精英領先1-0。咁繼續都係左路嘅攻勢，彭子亨傳中啦，梁志成就離遲1步啊！澳門大學啦，曾經就排過榜首㗎，咁不過啦，嚟到季中狀態就有啲下滑啦。目前啦就排喺爭標組嘅第3。換面後呢度都有一次嘅機會㗎，施浩然起翻身啦，俾到後邊嘅李正林再起腳，但係最終都係俾何文輝化解到啊。呢度把握唔到啦，奧科精英嘅一次罰球攻勢啊，艾拉奧祖開入嚟禁區啦，冇人接應到，但係就喺門前揼一揼地啊，收死門將啊！下半場7分鐘，奧科精英拉開到2-0。咁佢哋嘅死球攻勢啦，就相當之有威脅㗎。角球開出嚟落點唔錯㗎，只係艾加嘅頭槌高出嘅啫。咁跟住落嚟嘅罰球啦，都係艾拉奧祖去處理㗎啦。呢一次直射埋去啦，門將余偉俊就有反應啊，及時撲出底線。差啲啦，艾拉奧祖就梅開2度㗎啦。咁佢亦都成為今場比賽嘅最佳球員啊。最終啦，奧科精英就憑住上下半場各入1球啦，以2-0淨勝澳門大學。爭標組另一場啦，亦都係相當之有睇頭㗎。
由紅衫嘅賓菲加對住清風。咁兩隊啦喺爭標組首戰啦，都係齊齊失晒3分㗎。賓菲加啦就輸咗俾奧科精英啦，而清風啦就0-4不敵少將啦，亦都係收穫今季嘅首場敗仗啊！咁上半場啦，賓菲加嘅攻勢就相當之凌厲啊！咁憑住啦深信喺29分鐘嘅入波啦，打開缺口。換面後啦，清風亦都係積極揾攀平嘅機會㗎。咁睇下呢一次嘅角球啦，由東湖開到出嚟。連斯頭槌2傳 set 俾巴，但係就頂得太正啊，考驗唔到門將奧利華拉。咁輪到賓菲加呢邊嘅攻勢啦，祖亞坤啦推橫2步之後起腳啊，但係就唔中目標。咁跟住李敬斌喺禁區外試一腳，清風門將歐偉恒啦及時擋出底線。咁之後時間啦，紀錄都再冇改寫啊，最終賓菲加啦憑住上半場嘅入波啦，以1-0小勝清風。而家睇下爭標組嘅積分榜情況啦，奧科精英啦就累積29分排喺榜首，星馬馬少將就打少一場落後4分排第二，澳門大學賓菲加同埋清風啦同樣累積19分啊，澳門大學打少一場仍然守喺第3，賓菲加憑住較佳嘅對賽成績力壓清風升上第4。之後睇下護級組方面嘅情況啦。紫衫嘅千葉喺呢一輪對住恒勢啦，爭取攞晒3分，鞏固榜首嘅位置啊！費利拿喺呢度右路突破之後再傳中啊，都幾鐵門㗎。咁祖利亞喺呢度把握機會門前建功啊！開賽僅僅3分鐘幫助千葉打開缺口。咁恒勢啦就投訴千葉嘅球員衝撞門將蘇令方啊！咁但係球證啦就指入球有效啊，咁仲俾咗個黃牌林家寶添啊！入波啦，已成事實啦，恒勢都要諗計啦，點樣撕破千葉嘅防線啊？呢度喺後場俾個過頭波俾得唔錯噶，奧斯黐落嚟都靚啊，入到禁區唔夠膽掹佢啦。咁對住門將啦，處理亦都係好冷靜啊。14分鐘幫助恒勢攀平1-1。兩隊上一次交手啦，戰況亦都係相當之激烈噶。千葉啦只係險勝4-3嘅啫。嚟到下半場，兩隊繼續互有攻守㗎。咁恒勢一直外援田園亞亞呢一度起腳啦，就唔中目標。咁輪到千葉呢一邊啦，咁祖利亞呢度對住個空門㗎啦，咁但係就未能夠將個波送入網啊。咁最終啦，雙方喺之後時間都未能夠增添紀錄啊，1-1握手言和。護級組另一場就係由粉紅衫嘅聯絡對士砵亭，呢兩支啦就係排積分榜最尾嘅兩隊球隊啊。今場先開紀錄嘅啦，就係聯絡啊！23分鐘由尹天佑建功，4分鐘後士砵亭有胡柏威嘅入波追平。佢哋啦今季仲未打開勝利之門㗎。聯絡唯一贏嘅一場啦，就係4-0擊敗士砵亭啊！今場戰況啦就相對緊湊得多啦。喺完半場前2分鐘啦，士砵亭再有胡柏威建功啊，反超前2-1進入下半場。想要將3分袋落袋都唔容易㗎。聯絡嘅罰球攻勢，列比魯呢度空晒啊，俾佢輕鬆頭槌頂入2-2啦。再嚟一次嘅罰球，又走漏咗列比魯啊！只係呢一次嘅車身窩裏啦，僅僅高出嘅啫。咁喺比賽尾段啦，士砵亭嘅防線似乎就出現咗問題啊。咁去到補時階段㗎啦，始終都係守唔住啊！呢一度啦就俾黃裕正嘅入波絕殺啊！咁最終啦，聯絡就3-2啊擊敗士砵亭，攞到今季嘅第2場勝仗。今場梅開2度嘅胡柏威啦，就成為本場嘅最佳球員。而家睇下護級組嘅積分榜情況啦。千葉啦多打一場，以2分力壓嘉華，繼續排喺榜首。咁恒勢啦就守喺第3，聯絡就排喺第4，士砵亭繼續排榜尾。預告一下嚟緊嘅比賽啦。咁下個星期4 6月12號。有2場護級組嘅比賽，頭場夜晚7點啦，士砵亭對嘉華，緊接住9點就係聯絡對恒勢。而星期日啦就係2場爭標組嘅比賽啊，挨晚6點澳門大學對賓菲加，之後8點啦就有榜首嘅奧科精英對住排第2嘅少將。4場嘅比賽都會喺澳門運動場上演。呢段時間先休息一陣，節目第2部分翻嚟會有其他嘅本地體壇消息。
歡迎翻到嚟節目嘅第二部分。澳門國際龍舟賽，衛冕嘅中國南海九江以破紀錄嘅成績包辦國際邀請賽標準龍公開組同埋女子組冠軍。東道主嘅澳門男女子代表隊都處於新老交替，不過都可以交足功課啊！咁打破歷年最佳成績，喺男子組攞到亞軍，而女子組就收穫第4。今年嘅澳門國際龍舟賽啦，壓軸嘅一日啦，就係端午節嘅正日上演嘅，吸引咗唔少市民啦入場觀賞啊，氣氛相當之係好嘅。咁3日嘅賽事咧，體育局表示咧吸引到6萬人次入場嘅。而今屆嘅賽事啦，就有嚟自世界各地啦超過3000位嘅運動員啦就參賽嘅。咁而家同大家睇緊嘅啦，就係澳門大學生邀請賽標準龍公開組500米嘅總決賽嚟㗎，一共咧係有6隊各組。咁當中有2支嘅東道主隊伍啦，包括1號航道嘅澳門理工大學啦，以及係6號航道嘅澳門科技大學嘅。咁鏡頭捕捉住啦藍衫嘅啦，就係領先嘅泰國國家體育大學啦。咁佢哋咧就贏得比較輕鬆一啲啊，有半隻船位嘅優勢啦。咁其實前3名嘅時間啦都做出喺2分之內㗎。咁泰國國家體育大學啦就以1分54秒881啦奪得冠軍啦，而佛山大學啦就慢1秒697嘅，咁收穫第2名。咁至於季軍啦就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啦。咁賽後啦大家都惺惺相惜啊！咁當日天氣都相當之熱啦，咁潑起龍舟水啦。體育局局長張子軒啊，即場啦就頒發啦冠軍嘅錦標啦，俾泰國國家體育大學嘅。3支獲獎嘅隊伍啦，都一齊啦係慶祝啦獲獎嘅。咁睇翻啦，當日啦喺現場啦，可以話係座無虛席嘅氣氛啦，相當之唔錯啦，加上有啦啦隊啊。咁跟住啦，隨即同大家睇下啦女子公開組嘅賽事啊。咁第4航道嘅啦，就係衛冕嘅中國南海九江啦。咁佢哋啦一起步之後啦，就喺較前嘅位置啊。而同佢哋爭嘅咧就係泰國國家隊啊。咁就係第3航道嘅啦，同佢哋可以話係叮當碼頭嘅。咁2隊啦可以話爭好少嘅啫，一個龍頭到嘅啫。咁去到中後段啦，就見到啦中國南海九江啦嘅優勢啦，稍為多少少啦，3個倉咗緊啊！中國南海九江啦，憑住凌厲嘅後勁啦，咁最終咧就以1分58秒156啦衝過終點嘅。咁同樣以破紀錄嘅成績啦，實現3連冠嘅。咁啦呢一個成績啦都係破咗紀錄㗎。泰國國家隊啦就屈居亞軍嘅，香港咧就以第3名完成。而東道主嘅澳門代表隊咧就以2分07秒256啦，咁就名列第4嘅。社會文化司司長柯南啦擔任啦冠軍嘅頒獎嘉賓嘅。咁同樣地啦，按照傳統3支嘅隊伍啦一齊衝向觀眾席致謝啦。未嚟澳門之前，我哋最大嘅目標唔係攞第1，係我哋最大嘅目標係打破自己嘅以往打嘅紀錄歷史紀錄。其實今次我哋嘅比賽有啲主力嘅隊員咧都有受傷，所以其實今日我哋攞到呢個成績咧，其實都係算係幾好嘅。咁正日嘅焦點啦，當然啦就係壓軸上演嘅公開組總決賽啦。因為有衛冕嘅中國南海九江啦，佢哋喺第3航道嘅。咁晉級過程之中啦，係唯一一隊啦做出1分50秒內嘅隊伍啊。不過啦，呢一次嘅起步啦就爭咁啲啊，應該就出咗少少問題啦，咁就需要重新再起過步嘅。黃衫嘅咧就係澳娛綜合金禧啦，佢哋就喺第1航道嘅。咁另外2支嘅東道主隊伍啦，分別就有永利啦，以及係澳門代表隊嘅。第2次嘅起步啦，相對就順利一啲啦。咁見到啦，喺第3航道嘅中國南海九江啦，有少少帶出㗎啦。喺佢隔離第4航道嘅咧，就係香港代表隊嚟㗎。咁至於第5航道咧，就係菲律賓龍舟協會啦。咁再遠啲咧，就係永利嘅。咁去到唔夠一半啦，已經見到啦中國南海九江隊啦，基本上咧有半隻艇嘅優勢㗎啦。咁藍色衫嘅啦，就係東道主嘅澳門代表隊啦。咁佢哋嘅成績咧都相當之唔錯嘅，一直跟住啦中國南海九江啦，後邊咧就仲有一隊咧就係香港嘅代表隊啦，佢哋咧嘅成績咧都係喺南海九江後邊啊。咁3支隊伍咧就比較前一啲嘅啦。咁
歷嚟咧，澳門咧嘅時間咧可以話係今次最好㗎啦，咁就係以第2名完成啦。咁而冠軍呢，就係創下最快時間嘅中國南海九江啊！佢哋由頭帶到尾啦，用咗1分48秒673嘅時間啦，咁係歷屆咧最快嘅時間嚟㗎啦。咁連續3屆啦攞到公開組嘅冠軍啊！澳門代表隊咧就1分50秒514啦，就得第2；香港代表隊咧就得季軍。行政長官岑浩輝擔任壓軸嘅頒獎嘉賓。相當激動啦，首先肯定啊，係啊，呢啲好難得噶嘛。首先就係啊，嚟之前我哋都係諗住係做好自己先啦。呢啲破到紀錄嘅係大家平時訓練嘅努力嚟嘅。其實我哋隊伍依家經歷緊係新舊交替嘅狀態啦。咁有啲舊嘅隊員都離開咗，咁亦都加入咗啲新嘅力量啦。咁所以我對今次嘅成績係非常之滿意，亦都破咗澳門隊嘅一個紀錄啦。咁希望嚟緊將來會更加期待我哋之後嘅發揮。咁今年我哋亦都係一如既往啦，邀請咗唔同嘅外隊嚟到澳門參加。咁大家都見到啦，其實我哋今年嘅龍舟嘅一個比賽相當激烈嘅。咁啊，無論係男子隊同女子隊呢，都係各自咧破咗大會嘅紀錄嘅。咁啊，可見其實我哋成個嘅賽事亦都係水平越嚟越高啦，亦都咧係越嚟越吸引到國際唔同嘅一啲好手嚟到澳門參加呢個比賽。咁啊，都希望澳門啦能夠喺全運會之前，亦都啦係希望將我哋嘅一啲體育嘅氣氛啦，能夠可以係繼續係去加強，亦都咧令到咧我哋大家可以喺呢個嘅端午佳節嘅一個時節裏邊啦，亦都係可以感受到運動帶嚟嘅一個健康同埋一個樂趣。澳門國際龍舟賽啦圓滿結束，咁嚟緊啦，澳門仲會有多項嘅體育盛事㗎，包括咗 WTT 澳門冠軍賽啦、高爾夫球賽等等㗎。第48屆澳門分齡游泳比賽經過4場角逐之後圓滿落幕啦，當中刷新咗多項嘅紀錄，其中黃婉柔喺女子200米仰泳打破澳門分齡同埋大會紀錄，而另一位集訓隊泳手吳志軒今屆賽事表現亦都唔錯㗎。喺男子18至24歲組100米自由泳，以破大會紀錄嘅成績收穫冠軍。第48屆澳門分齡游泳比賽一連2個星期6日分4個比賽日進行，嚟到第2週嘅賽事啦，決出剩低76面金牌㗎，兼且產生5個年齡組別嘅個人全場錦標獎項。參加個人全場錦標獎啦，會根據各年齡組喺報項上會有相應嘅要求同埋唔同嘅計分方式。咁而家見到嘅啦，就係男子9至10歲組200米個人混合泳嘅賽事啊。咁第4泳道嘅鄭佳浩今屆出戰5個單項，包括4個泳式嘅50米同埋200米個人混合泳，一共奪得4金1銀，順利收穫男子9至10歲組個人全場錦標嘅獎項。第3場嘅賽事啦，一共刷新咗2項分齡同埋6項大會紀錄。咁其中壓軸進行嘅接力項目啦，綠波隊喺女子混合組同埋男子混合組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啦，分別游出4分25秒20同埋4分11秒29，咁成功衝擊大會紀錄㗎。而黃卓琪同埋施希陽啦，就分別喺男女子9至10歲組200米自由泳以破大會紀錄嘅成績贏得冠軍。至於2項分齡紀錄啦，就分別係林俊賢喺男子6至8歲組200米自由泳，同埋鄭詠芝喺女子18至24歲組400米自由泳當中做出嚟㗎。咁喺最後一個比賽日啦，仍然不斷傳嚟好消息㗎。咁其中一個焦點啦，就係落喺男子18至24歲組100米自由泳，帶住白色泳帽第4泳道嘅吳志軒啦，喺第2場參加50米自由泳嘅時候，游出23秒18，追平咗劉坤峰保持咗16年嘅澳門紀錄。呢位集訓隊泳手目前就喺香港就讀大學，跟隨當地嘅泳隊訓練㗎。唔係一啲嘅細節上面，例如身體重心啦，或者係抱水動作都改咗少少㗎。呢一場嘅100米自由泳啦，繼續衝擊紀錄啊！不過咧，今場嘅配速就做得唔係太好啊。最終啦就游出52秒24，將大會紀錄推前0.73秒收穫冠軍。但係距離周文浩保持嘅51秒59澳門同埋分齡紀錄仲差0.65秒。我覺得起速嗰邊即係啱啱落水嘅時候就個人就起唔到咯，搞到成程個速度都係偏慢咯。本身今個賽嘅目標係諗住可以游到51秒99咁樣，但係都唔係咁好咁，再練下練翻條氣咯，氣唔係好夠，同埋嗰啲唞氣都係可以再改下嘅。之後目標都係100自由，希望可以破咗周文浩嘅紀錄啦。
50字就希望可以游到22秒99咁樣咯。跟住再關注下另一位集訓隊嘅泳手啊！咁着住藍色泳衣排喺第4泳道嘅鄭泳之參加18至24歲組400米個人混合泳，呢一項啦只係得3個人角逐嘅啫。鄭泳之可以話實力超班㗎啦！呢位澳門紀錄保持者啦，上個月中就去到歐洲參加環地中海游泳比賽啊，一共3站嘅賽事，翻到嚟澳門啦就唔夠1個星期啊！咁見到佢啦，明顯就出現疲態啊，體力啦就仍然恢復當中㗎。雖然喺呢一場啦，由頭帶到尾順利收穫錦標啊，咁但做出5分16秒64啦，同個人保持嘅澳門紀錄啦，相差超過8秒㗎。休息咗唔夠半個鐘啦，鄭泳之再出戰50米蝶泳啊，咁見到佢排喺第5泳道，旁邊第6泳道嘅係黃婉柔，第4泳道係關以晴，都係集訓隊嘅泳手嚟㗎啦。呢一場啦就係15至17歲組同埋18至24歲組合組出發㗎。中間嘅4條線啦，郭詠琳、關以晴、鄭泳之同埋黃婉柔啦，喺前半段都叮當碼頭㗎。咁黃婉柔啦，稍為就落後一啲啊。呢一項蝶泳啦，就並唔係佢嘅主項嚟㗎。咁嚟到啦最後5米嘅衝刺階段啦，咁率先掂池嘅啦就係第5泳道嘅鄭泳之啊，咁游出29秒92，攞到18至24歲組冠軍。關以晴名列第2，咁郭詠琳啦就力壓黃婉柔贏得15至17歲組嘅錦標。黃婉柔啦之後出戰主項200米仰泳啊，成功做出2分23秒51，打破澳門紀錄啊，推前咗0.93秒。呢一個啦，亦都係黃婉柔個人嘅首項澳門紀錄嚟㗎。本年度全澳籃球銀牌賽高級組同埋男女子公開組已經圓滿落幕啦。咁其中高級組嘅決賽有新面孔喎，卓。係啊，志傑咁升班馬奧賽啦，首次嚟到高級組就可以晉身決賽。不過就以69比90輸俾福建，咁班霸福建就相隔2屆再攞到銀牌賽冠軍。今屆銀牌賽高級組升班馬奧賽受到唔少關注啊！咁坐擁黎家棟、楊奇龍同埋蔣友廷呢啲有實力嘅球員，咁賽前有唔少球迷都想睇下佢哋會唔會一升上高級組就攞到冠軍啊！不過呢場嘅決賽啦，開波已經證明唔係咁容易㗎啦。6-3嘅福建入局相當之快啊，攻防兩端都打出高強度嘅表現，限制奧賽2位射手蔣友廷同楊奇龍嘅出手機會。福建主力之一嘅林廷朗表現夠晒生猛，射入3分波，首節已經建立雙位數嘅優勢啦。奧賽被對手打咗一段之後開始上力，黎家棟偷到波之後都表現一下入樽，佢今場就貢獻咗13分。咁兩隊嘅陣容都有代表隊球員喺度，不過福建嘅主力班底磨合多年，默契比奧賽更加好。咁呢支嘅本地班霸啦，喺4強就贏咗兄弟班福清，今場就有4人得分上雙，多對手1個添格。其中林廷朗就喺上半場啊，投射命中率就相當高，上籃亦都冇問題啊，攻入全隊最高23分。福建半場啊領先47比34。呢場嘅高級組決賽就安排喺塔石體育館度進行，都吸引唔少球迷到場支持㗎。咁本地班霸嘅福建近年無論喺銀牌賽定係聯賽，都係受到對手帶嚟一啲嘅新挑戰㗎。例如好似之前就有浩俊啦，近年就有職業球隊黑熊，同埋而家呢一隊嘅奧賽。福建想攞冠軍就肯定越嚟越難㗎啦。不過對球迷嚟講啦，肯定係好事啊，因為比賽嘅強度會越嚟越高。作為挑戰者嘅奧賽，上場就以3分險勝浩俊。蔣友廷係球隊今場其中一個關鍵人物啦，喺第3節大爆發。呢位球員得分能力就唔使懷疑㗎啦。今屆賽事啊，試過單場攞到70分。蔣友廷斬獲全場最高28分，令到兩隊嘅差距變翻個位數。全面復甦嘅奧賽不斷攻入內線，令到對手犯規增多啊！一度收窄至落後5分。不過奧賽打翻個勢出嚟之後啦，姚明、黎家棟似乎有啲輕傷唔舒服啊！曾經有一段時間需要離場治理。最後一節奧賽原本有機會再追近，但係關鍵時刻啦，經驗啊成為勝負分野啦。奧賽把握唔到，福建呢邊就嚟了啦。兼且係對蔣友廷加強咗防守添啦。上半場福建就有林廷朗帶領球隊，咁第4節就係有羅協明啦，佢接連出手命中，貢獻咗20分，帶動翻球隊嘅士氣，再次拉開雙位數。最終福建90比69擊敗奧賽，攞到今屆冠軍。
繼2022年之後啦，相隔2屆再次喺銀牌賽封王。首先防守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咁都我哋有防守反擊，咁係打到翻我哋福建嘅風格咯。而家多咗啲職業隊啦，咁多啲球會出嚟，好開心嘅，叫良性競爭。咁佢都令到我哋球會繼續進步咯，有競爭先有進步，咁令到我哋大家成個籃球嘅澳門嘅籃球圈慢慢一齊去進步同發展咯。其實我哋作為一隊升班馬啦，咁其實入局喺決賽度入局比較慢嘅，咁就好彩嘅係我哋其實中段我哋有追翻嚟，咁就打出咗一個唔想輸嘅精神啦。咁無奈就係始終我哋經驗比較淺，所以去到最後都係俾對手拉翻開個分數咯。銀牌賽女子公開組嘅決賽就安排喺望夏體育館度進行，咁由藍衫嘅浩俊對住賈立言。浩俊今屆又全面接收由衛冕冠軍江門移籍嘅班底，佢哋4強大勝火鳥，而賈立言就同包青網鬥到加時驚險晉級。咁嚟到決賽啦，兩隊打得難分難解㗎。陳正林射入3分波，今場交出8分，咁賈立言首節只係落後對手1分啫。兩隊嘅球員多次喺決賽交手㗎啦，都相當熟悉對方嘅打法。吳曉彤中距離出手命中，有15分進帳。咁賈立言全場射入咗6個3分波㗎，包括張雪琳呢球，幫助球隊帶住2分嘅優勢進入下半場。咁浩俊喺前3節嘅表現都唔係話咁好啫，賈立言試過將優勢拉開到雙位數。咁上籃得手嘅謝燕婷同樣有15分進帳。落後嘅浩俊喺危急關頭就要靠蘇子晴挺身而出啦，突破之後上籃，交出全隊最高嘅24分，而佢嘅隊友駱幸兒都有14分進帳㗎。咁浩俊就喺第4節加強翻個防守啦，令到賈立言只係攞到6分啫，成功從後趕上。林家偉就喺內線強攻得手，幫球隊維持領先。咁最終浩俊就以58比51反勝賈立言，首度攞到銀牌賽嘅冠軍。我覺得今場波雖然開頭嘅時候呢，我哋喺進攻方面有少少唔順手嘅，咁包括我自己在內呢，可以睇到好多球員其實都係比較緊張啦，手感方面。咁但係大家都係拼咗一口氣喺防守方面呢，希望可以首先冇俾對手拉開啦，同埋呢係尋找一個適合嘅時機再進行一個反攻咁樣咯。咁我見後邊大家都係即係防守強度一路都係冇放鬆啦咁樣，精神上邊呢，雖然係有少少壓力咁，但係大家都咬住咗，可以最後可以即係反超甚至取勝咁樣咯。至於男子公開組冠軍戰，亦都喺同一晚喺望夏體育館度上演㗎。由藍衫嘅浩清對嶺南，浩清4強74比37大勝礦山工業，佢哋今屆嘅火力就十足啦。喺陳俊賢呢位嘅進攻主力帶領之下，開波不斷衝擊嶺南。咁見到陳俊賢喺外線冇球員貼上嚟防守之下啦，就果斷出手。今場狀態相當火熱啊，攻入最高嘅24分。浩清首節領先6分。嶺南喺4強淘汰咗澳方校體，佢哋陣中就有唔少經驗豐富嘅球員，咁就包括梁志成、李展鵬等等啦。第2節開始發力啦，咁呢段期間啦，雙方球員都打得有啲燥燥地啊，不過好彩冇演變成更嚴重嘅衝突，分翻開兩邊，好快就繼續比賽。梁志成呢位本地籃球圈打滾多年嘅老將，相信唔少球迷都熟悉㗎啦。策動呢一次嘅進攻，自己殺入顏色地帶上籃，佢今場攻入16分，幫嶺南半場追到38平手。不過喺下半場啦，更加後生嘅浩清體能明顯佔優啊，後面2節嘅得分都比對手多㗎。鄧萬耀嚟一個中距離挑射，今場貢獻咗13分，浩清進一步拉開分差。見到鄧萬耀又有出手機會啦，射入埋3分波。連同2位得分主力陳俊賢同埋攞到16分嘅凌一凡，喺尾段繼續有穩定輸出，最終浩清贏88比68攞到冠軍。好啦，今集節目時間又差唔多。競健群英除咗喺星期2晚10點半首播之外，星期3上午10點30分喺澳視澳門，11點20分喺澳門資訊，以及下午6點喺澳門體育都會有重播。又或者可以瀏覽我哋嘅網站重溫今集內容。提提大家啦，本台今個星期會直播法國網球公開賽8強至決賽，另外仲有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印尼羽毛球公開賽，記得留意啦。今集節目時間嚟到呢度，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拜拜。